一来到南区新兴里的活动中心，会当看到真侪里民正咧听到讲述讲解。这是由当地里长所媒下美容课程，希望让当地这妇女会当有学习第二专长的机会。今仔非常欢喜，会当邀请到咱进兴生技公司来带领咱所有咱的里民、咱的好朋友来开创第二专长的这个课程。我想这互真侪妇女朋友有一个更加更较好的学习空间。咱知影讲即马真侪好朋友已经拢到退休的年龄，到这时阵无工作嘛无收入，然后咱就用这个今仔日这个学习的机会来开创着因学习第二专长。这次协助安排课程的静兴生技公司，也是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的成果之一。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次课程，让更多人会当认识到学校的资源。本次跟进兴生技合作在台南市南区这边来开办这次的课程，其实是希望说帮学校里面的一些创业课程推广到企业跟社会。让外面的业界可以更多的资源因为毕竟现在外面大家都想说工作不好找还是说想要再找更好的一些发展想要找第二专长收入的。那其实透过进兴生技这次的一个活动，然后希望我们把这些课程，包括行动美容这些一般民众以往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些技能可以学习然后能够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我们办了这个课程呢，让我们的这些妇女她们来体验，在第二专长里面怎么样来做一些收入的规划，还有就是说她们怎么结合跟我们进兴生技配合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进兴生技有提供这个来速咖啡的平台，还有我们活动中心里面的这些教室，让他们预约客人来这边做一些美容的一个服务那最主要我们进兴生技跟我们中油的一个异业合作，就是我们的产品已经上架在我们的中油的平台。那来速咖啡他们如果消费多少的话，那我们可以免费帮客人做免费体验。那我们训练的这些职业妇女就是他们的技术带着走，就是我们拿个行动美容到我们这些服务的定点的平台，做一些帮客人做服务的护肤。那这8堂课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考一些行动美容证照。课程当中，市员林美燕嘛特别出席，肯定企业用心，也期待学员会当培养第二专长的同时，嘛会当建立家己的自信。在这课程里面培育的对我的一个信心，包括你有第二专长实力。那你再一次如果想要再进入到工作职场的时候，我想这是非常加分的正能量的。透过课程，学员会当认识到美容相关的产品，甲培养专业技能，也为家己的人生开创无同的道路。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